斤，所以我哋讲自性嘛是讲道嘛，就是讲咱的自性，嘛是咧讲本嘛是咧讲性，嘛是咧讲真灵啊，所以讲咧，咱讲道理对，你看会到就是道理，较应运而来，敢是？如果要道的应运，就没有现象这个一切。即使讲一定的以现象这，它就有消长之理。因与真理它是绝对的，无有的对待。真理实相就是无相，看袂到。看会到就是伊的实相，是体的用，是体的用。既然体的用，它就有生命。所以讲，唔过呢，这种都是来自于了解伊的道的应运。一经一经一切经。能够以精制气，气气皆精呐。念念自间，念念自见性，一切该以虚构。但是讲咱的念念，拢总是如都是率性的，都是依着良知、良人去发端的。那么这一切，就自然离开了这虚构。离开虚妄就是它的实际嘛，安尼就是你核心用事，你良心本性用事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一经一切经啦，满定主如，它是不动平等不二，所以讲呢，平众生心，行平等心就是本，因为众生。道二元对立，既然是平等不二，它就是佛。所以讲呢，分伊是如不动的，它是没有对待的。所以如嘛就是咧讲不动，它是平等不二。那么呢，不生颠倒分别的自性，这个境界，满应如，也是讲伫当下内底，你看所听所闻呢。不生颠倒分别，都是处在自性的意境，了了分明。不是无作用，不是唔知不是无听到因与我的起作用。那么你这当下内底就是你自性的意境，流露率性。安尼就是这个万境诸如，万境就是讲基体世间一切的变化，无论因变化如何。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讲呢，万物一如，万物一如，人我一体嘛。千江有月千江月，千江有水千江月千江有水千江月。这个月来讲起来，敢有共一粒？美国有月，咱台湾有月呢，敢有无共粒？共一粒啦，共一粒啦，咱的佛性，佛性与所有物，它是同一个源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咱有法度慢慢的进入到如的那一种意境，不论处到什么，无论处理什么经验，如果会当安尼话，那当然，就 OK 嘛，这是完整。不过到这个啦，能够讲的话，大家无迄个。无分享的机会，到这个所在，后壁遐呢，或许12月出国噶，佮过曾经理嘛，应该还袂回来，福建人就移到回来，可能有当地的时阵，可能卖3年嘛有伫个。体育班啥拢无伫个？体育班或许有伫。你有伫个？我12月8号出门。8月22福建人第一等。曾经理两几23，不过福建人多等。迄个另外咱知